年轻走好运远不如晚年走好运好。为什么呢？我见过太多年轻走好运的，确实敢闯敢拼，年少得志，年少轻狂，很多事情敢去做，成功了吗？确实也成了，但大多没有留住啊。有的呢过于轻信朋友，被朋友坑；有的呢，过于怎么样，不懂得这个节制，总想猛的一下如何，结果功亏一篑。反而是那种40多岁以后开始走好运，这个比较好一些。往往这一类人他们怎么样，更沉稳一些，以更多的认识的人际关系和更多的人脉方面，包括更多的人生阅历去面对这个运，这样子是更好的。换言之，有时候确实是这个格局中往往存在一些天婆，刚好这个运赶上趟的，那么最好就是怎么样，配合一个好的风口，好的方向去做事，这样子怎么样，能够在你原有的格局上更上一层楼。运很重要，风口同样也重要。